各位觀眾，大家好，我係邦叔恩國波，卡加利嘅地產經紀。喂，前先咧好多觀眾問咧，點解西北區突然間多咗咁多新區嘅？真係唔知點揀好啊！所以咧，我哋一連幾集會同大家實地考察西北幾個熱門新區。Greenwich 係英國嘅古鎮，香港人對呢個名字一啲都唔會陌生，因為佢有一個非常典雅嘅中文名格林威治。格林威治天文台正正係全球標準時間嘅起源。邦叔啊，咁卡加利嘅 Greenwich 喺邊度嚟㗎？其實咧就喺奧林匹克運動場嘅對面嘅啫。講 Greenwich 就未必有人知，但講 Calgary 嘅 Farmer Market， 相信好多人都去過。Calgary 嘅 Farmer Market 可以話係卡加利最有生活氣息嘅地方之一，有新鮮嘅農產品、有機蔬果、本地芝士，仲有世界各地嘅特色小食。住喺 Greenwich， 行幾分鐘就可以嚟到呢度，可以話係呢個社區其中一個賣點。又話卡加利嘅樓市放緩，但係點解有咁多個新區㗎？其實一個城市咧唔會因為市場嘅波動咧要停止向前嘅，再加上加拿大政府咧給予首次置業者免 GST 嘅優惠啦，一間80萬嘅屋咧都慳翻幾萬蚊 GST， 所以好受買家歡迎嘅。不過最重要嘅係，今日買屋咧已經唔係買4埲牆啦，而係買一種 lifestyle， 所以發展商越嚟越重視生活嘅體驗，社區設計更加人性化，所以好受買家歡迎。有觀眾問話喺卡加利嘅發展商同建築商有咩分別？發展商咧就負責社區嘅規劃同埋設計，建築商咧就負責起樓。個社區好唔好住咧就睇發展商，間屋住得舒唔舒服咧就睇建築商啦。Greenwich 嘅發展商係 Melco Development， 主打 apartment 同 townhouse， 不過設計靈感唔係嚟自英國，而係仿照紐約嘅 Greenwich Village，打造一個 urban village， 即係有城市內嘅方便，又有城外嘅恬靜，適合首次置業、年輕家庭或者 downsize 嘅退休人士。Greenwich 嘅建築特徵係呢一片紅牆，呢種設計叫 brownstone 風格。門外嘅樓梯英文叫 stoop。如果大家睇過紐約嘅電影，一定睇過電影主角坐喺屋企門口傾偈嘅場景。呢啲都係曼克頓外圍小區嘅特色。Upper Greenwich 發展商咧係 Part Home， 主打係高檔路線嘅。佢將住宅區咧由必需品變成奢侈品。有人形容咧 Greenwich 咧係杯 latte， 舒服容易入口。Upper Greenwich 就係朋友帶去間酒吧，同佢叫咗一杯你聽都未聽過嘅雞尾酒。重點唔係杯酒嘅味道，而係要話俾人知我嘅生活品味同你唔同。呢種追求正正就係近年大家成日講嘅 New Money 風格啦。喺卡加利咧，成日聽見咧 Old Money 同埋 New Money 社區有乜唔同呢？至於 New Money 咧，係指近20-30年崛起高收入嘅社區，好似 Aspenwood 同 Springbank Hill 呢啲社區，吸引咗唔少企業家、專業人士同新移民家庭。根據卡加利地產局公開資料，卡加利歷史上最高嘅2宗成交，分別來自 Aspenwoods 同 Elbow Park， 成交價都超過1000萬加幣，所以無論係 Old Money 定 New Money 社區，都有佢哋嘅捧場客。邦叔啊，你估呢個 Upper Greenwich 會唔會成為西北另一個豪宅嘅新地標啊？呢個啦就留翻時間答你啦。唔知觀眾你哋咧中意 New Money 嘅社區咧，因為 Old Money 社區咧？歡迎喺下邊留言話俾我知啊！今集咧就係講到呢度啦，我哋下一集咧會帶大家睇另外一個新區 Rockland Park。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一集再見啦，拜拜！拜拜！